專業活動之後咧，變成就同工作人員就喺康樂花園嘅夜市，即係嘅所謂嘅巴沙馬拉巴沙馬拉係啦，巴沙馬拉。有時我哋出街咧，着短衫着 T 恤同埋一條短褲踢開嘅時候咧，我哋又叫嗰個都叫巴沙馬拉木。咁你本身都係我唔係，我係喺多麥嘅路，因為都係有冷氣續防啲香港啲嗰啲比較大啲嘅街市咁解嘅。嗱咁今次我好開心，因為之前麥 Ken 咧要揀呢個出嚟嘅時候咧，你有做好多調查，譬如送咗俾我啦，我原來咧就係好多知識嘅嘛，我係知睇嘢比較多啲㗎嘛。接受嚟咧就興奮啦咁樣，我哋話非常之興奮，多謝所以我哋都好期待11月26號咧有好多精彩嘅演出啦，咁樣透過 YouTube 或者係微博啊、或者 Twitter 啊喺好多地方咧都睇過啲片段嘅，但係而家我哋一次過要湊埋一齊睇，最緊要有啲新嘅咧。嗱，首先咧我想 check 下即係現場嘅觀眾啊，我知你頭先佢哋玩得好開心啊，即係俾面啫。咁我想問下啦，有幾多位朋友你喺 YouTube 嗰度咧睇過我唱一首好激嘅歌叫做《I Don't Wanna Say Goodbye》，有冇俾掌聲我聽下？一個秘密喺度講嘅係秘密。其實咧，嗰首歌唔係叫做《I Don't Wanna Say Goodbye》係嗰首歌其實喺錄音嘅時候咧，因為我生飛豬啊，所以我錄錯咗。其實我本身想唱《I Don't Wanna Say 撲街》嘅，叫邊街就撲街嚇。咁你見到人哋沙拉啦嚇，你沙拉咗，咁你話撲街就撲街咁樣。所以第二日你做錯嘢，你唔好話你去撲街就撲街咯，你撲街你撲街啊咁樣冇理。人物 Tension Concert 主辦，詹瑞文棟篤笑舞台劇《香港之虎》集大馬2011，11月26號晚上8點 ，Putra Indoor Stadium 爆笑登場。